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夜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南风，南风，卷悠悠。南风，南风，烟悠烟，烟悠烟。太阳东，夜夜数，最好是白白看天不梦，一手条条剪下心思。爱空洞，太无山，水墨寒，云从此从天开天，强硬是纯属南天北岭。庞宪总算同佢做嘅11年，台中移转高中嘅位嘅辞退咧。次外科高不丹年，佢归去美和中学做董事长。伊个小小嘅村嘅地位，开嘅美和中学同美和附中2间学校，一下都同美和这2个字打出名声嘅。好，你们吃过饭了吗？还没。哦，那快到餐厅吃饭啦，不要在外面晃来晃去喽。好，谢谢董事长。好。科长好。你们好啊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哎呦，董事长，哎好高哦，那都簽多了哦，人倫睇下 V 哦。樣嚟啦？阿叔話舊底嚟講啊，前尾部嘅好，也係有小事的哦。嚇？你妹係唔係前屋嘅？係啊，而舊底係同前面啲前屋嘅半吃，而你哦，個安心啊啦。係冇事咗啦，係啦，唔係乜嘅問題啦。呀，美好仲學啊，同夫人。租窗係自家屋嘅樣嘅，我要何必去買屋嘅嚇？呀，也係味道唔好啊，要受唔啦。我已經啊交代目標嘅，讓我辦公室啊整理整理啊，我按算啊，我做貨房屋，辦到學校來帶哦。啊，你弄做得咯？我講嘅就算啊嚇。哎，同学，那个盆栽啊，往右边摆一点。哎，对，哎，太右边，左边一点。嗯，很好。各位同学，垃圾收一收就可以离开了。以后要记得啊，要在这个时间呢，董事长不在的时候来进来打扫，知道吗？不要让董事长发现了啊。知道。哎，好了，可以离开了啊。谢谢老师。嗯。董事长，高总，搞本案事情做好嘞，事情搞本案，保证满意。嘿嘿。可以來吼，是當好勢啦。咁過呢很久呀，總係有18年怪怪的。你唔會怪喏，也係捱殘破東島嘅真正任務，政府官員嘅財務太所設計嘅呢，還有前面東島股東哦，徹底做得啊，撇到董事長正規嘅身份，可以好談啊，董太房啊，跟銀行來啊，沒乜事理啊，董事長休息嘅地方，派頭，哼，我老一般人冇窮用這樣做得啦，董事長，希望阿福，同董事辦正啊，拜拜。
慢走啦。高总，通到的人通到迄腔了么？董事长讲慢走啊。我又唔要来也上诉诶，唔也很明，通通是慢走。董事长，竟然挨发动到嘅事。我讲慢走有通到。好。也吼，看起来又太简单了。哎，看头多啊，唔会諗啊。哎呦，记住潘公水墨嘅素材，简简单单就好诶。我又唔要来也上诉诶，我系爱上诉啊，就唔好一家人带到家呀。做得啦，做案啊！嘿呀，董事长讲嘅冇唔错啊！董事长简单嘅惩罚，做嚟带动学校啊上乡嘅风气，迄就同行嘅示范。有带头的作用哦。咁你吼，就真是冇才哦。阿父呀，头都罚按多工按多时间。董事长啊，唔好，高总，我思考清楚，我做你的董事长上方做助理啊，迄个啊，主攻有得小学乡成绩优秀，迄个一生人啊最大嘅荣幸。董事长，干枪！你会投球啊？自己打不到吧？你投那个球叫我怎么接啊？他打不到，一个接不到，是要怪我？啊，本来就是你啊！小声一点，安静一点，这边吵闹，吵什么？董事长，高总，这些事情搞不来处理啊！哎，你会不会打球啊？一直被三振。是你不会投球吧？投那种拔球，谁打得到？哎，你到底还要打？哎，好了，如果再被三振，就换人喽。又是你们这几个，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这么打球啊！没听到啊？你们俩过来，站好。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家长，玻璃是学校的公共物品，打坏了要赔偿。对不起。你们玩的是什么东西呀？棒球。棒球？哎，同学，这个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手套做的都还不错嘛。只不过这个是报纸这么薄，你拿来接石头，你这个手不会受伤啊？可是我哥哥讲说，红叶少棒都是这样子练的啊。那他们不一样啊，他们有教练在旁边在指导着，比较不会受伤。你们呢？你们有没有？这下你们人没有受伤，学校的玻璃都给你们打破掉了。你们很喜欢棒球吗？我们假日的时候都去汉田那边打，不然就是去庙前的空地打。可是不管去哪里打，都会被人家赶，嫌我们太吵，还会打破玻璃。这样好了，来，你们打一次，给董事长看好不好啊？来，听到了没？打给董事长看啊！听到了。哎，董事长，现在在那边丢球的叫做投手，现在拿木棍打击的那个叫做打击手，负责接球的那个叫捕手。哎，校长，你也懂棒球啊？我以前是早稻田大学棒球队的，在日本
这个甲子园的棒球魂一直是我们热血少年最崇高的精神。要读书，上去打球，没用啦。哎，打击手，这眼睛啊要看着球哦，盯着球啊，用腰部的扭力用力挥出去，不要管落点在哪边。哎，哎呦，你们呢？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对不起。哎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，真的很有趣哎哈。哎，是因为我们学校的环境啊设计的不好，等我研究看看，看该怎么办啊。好，这样子，你们先回去好了。等学校公布哪里可以打球的时候，你们再回来打。嗯。谢谢董事长，谢谢校长。啊，对了，手套、球棒都留下来。这个你们先回去上课去。好，快。哎，校长 ，and then 我来高考那好。OK 啊。哎呀，来，阿波啊，你去做捕手哦，你做投手哈。来，我来接球哈。嘿，加上你出來哦。來。哦，哎，姑娘按射機嘅，打到也打唔到。嘿，等下，教授，唔會啊，送哪啲插頭啊？我注意，眼喵都唔得錢，不過我還要4年半我去照顧啊。唔怕啦，唔是笑啦，我係話識打球隊嘅投手呢。來，董事長，你打球係咩人呢？來，董事長，來教講，好，你拿球棒嘛，用他手腕拿着，啊，起好來，球係來時困頓球係哦，你要有力，就打出去了就好。哦，按你下了，好，來，幫我哈。好，準備好咧。哎呦，冇打到啊！阿波啊，唔可以打。唔可以啊！唔可以啊！來，幫人嚟。來啊，快事哦！嘿，聽我！哥说七五队因为打输球而没有学校念，乱讲，他们那么厉害，如果收容他们读书，明年是有机会得到冠军的啊。你们都不懂，网址上说大人都把输赢看得很重，害死了他们小孩子，一心就是想要赢，可是冠军就只有一个啊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他们赢呢？说的也是，打赢了就有学校念，难道打输了就要去放牛吗？我爸也说，我再继续烤鸭蛋，以后就要叫我去放牛。唉，那你好可怜哦。你们3位等一下。董事长，这手套是谁做的啊？我做的。哦，
做得很好哎，可不可以教董事长做？我想送给我的孙子玩。好，先这样子折，再这样子折。哦，这样哦。对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你们最喜欢什么运动？棒球。如果可以摸到真皮的手套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爸说，手套是牛皮做的，球棒是铝做的。铝是什么啊？是用来做太空船的原料吗？哦，你不知道，不要乱讲啦。哎，等我好不好？哎，这样。再折进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怎么样？接下来再从中间给它摊开来。摊开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对。对，这很对啦，这样说容易破掉。哎，到底对不对？不要吵啊！我还对了，我才对。来，我来。你说什么？这样折进去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摊开来了？松针了！快给我来了！球没有投入好。哎，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！待会董事长巡堂回来，看到你们还没有手完，你们等着被罚。哎，老师，董事长跟校长一起从这边走过来。对，快离开，来不及，躲起来啊！快！躲好。哎，阿伯呀，辛苦你了。你一摆就麻烦摊事，经过按的事情，我查了就做得来。莫麻烦了，不要说事情，搞不来就做得了。董事长，当你要处理很多太事情，事情小口给。可能会露出啊，要露出洞洞，我要较注意啊。好，你们全部都出来吧。同学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董事长办公室不是让你们玩捉迷藏的啊！赶快出去！哎呀，谢谢你们大家帮我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不过董事长也喜欢打扫，下次不要再来了，好吗？哎，听到了没有？董事长知道你的好意了。哎呀，你们赶快离开！哎呀，对，你们都是好学生，以后这个打扫的事情就交给我们的陈助理好了。以后呢，你们把下课的时间都拿到图书馆去看书，到操场去运动。另外，这课外读物的话，多看一点，知道？好，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。别的生意都上忙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喜欢打棒球吗？喜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现在可以出去玩了。谢谢董事长。好。唔定要谈到，新年嚟攞歡喜打棒球，來看吼，人哋美好出家來成立一支棒球隊，好冇？哎，董事長，你偷偷講我組棒球隊，你是講搞了的，還真勁的哈？我翅膀天愛搞當然嘛要搞真的呀！真英明啊！董事長講嘅冇唔錯噶，人家學校嘅操場當初設計時就有標準嘅棒球場嘅規格哦。這等等俺嚟做棒球隊用嘅呀。從日喺日本話世大以前嘅太好嘅棒球隊也好，講真有名呢，還有幾好嘅傳統歷史。假使家己美好做好嚟做球隊嘅話，
我哋有咩可以呢？行业路线啦。哎，迄样嘅话，唔但唱讲就对哦，一规个南台湾嘅棒球嘅风气啊，全部拢可以带动起来哦。等下，俺有问题啊？有乜嘅问题啊？球员会耐钱吗？佮可以对学校嘅学生啊拖出来训练啊。校长，讲笑啦！家长送小人来美好，就为了上学，大家都读书，哪会就要打球？咁也係哦吼，也打球就要对些可以去训练哦。跟外地有球场，啥无办法成立棒球队係冇？有嘞，俺有办法嘞！有乜嘅辦法？俺做到請有名嘅教練電錄隊友來選球員。俺唔相信人才不潛唔到啊！錯。一棒球也種運動啊，哈，球員係按你特別突出來嘅話，效果會更好哦。既然係按你吧，唔定就去做啊！我錯過阿婆呀，唔睇美國去請有名嘅教練，唔知有乜人冇？俺第一生意咯，當有名哦，當好哦。名叫做鄭基恩，未到人內部呢。哦，鄭基恩，我有談過伊哦。不過，伊係啲幾有名嘅體教練呢，伊咁輕講啊，嚟講我哋學校嘅學生啊嚇。暗號嘅教練，我一天都留佢搶。教人哋去4年嚟打棒球。兩位放心，搶教練嘅事情，我幫俺們負，有俺們報仇啊，大丈夫。同慶哥要做棒球隊啊！我就講吼，董事長嘅人啊，是猜出模式漢哦。哎，董事長唔會打乒乓球嘅嚇，因為突然對棒球有興趣嘅喏。啊，唔係邊度講我細年嘅啊，愛打球嘅啊。董事長吼，無希望講我美國狀況嘅細年嘅啊，人會讀書天天啊。不錯吼，伊啊就來提倡棒球，來帶動運動嘅風氣啦。哎，好，讓我贊成哦。不過要球員都耐潛咯。我要聯絡各個學校吼，舉辦比賽，限啲地方處吼潛到好嘅人才，唔對我咁講有擺現啊。也係個好辦法呢。假如潛到好嘅球員啊，獎學金然後聘獻啊，有咩球員很重要哦。潛球員是冇困難，但是球隊需要經費啊，要潛到隊內來咯。靠兩件的前愛國嘅事業，又係靠唔同嘅。家係人嘅話，係咪行董事長冇個想好？做唔嚟，彭憲國以後嘅人啊，今天嘅事情一定會做到，唔講嘅也冇用啊。安尼講起來，我哋要分頭去進行哦。10月份還有醫生公費一篇。我哋希望看啊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等到球隊成立嘅，打仗日對俺一記地方拿2錢的人，揾球隊。我是冇啲醫生安排出數哦，不過我咩給你錢條啦。難道他個安有心啊？我有咩重要？除了可用嘅錢嗰套以外，我名正言順係揀出1000元。市高中同你兩位董事哦，一談到講我唔愛做球隊，天天呢就揀出來贊助哦。一下吼，一定努力想辦法嘅哦。安尼改好啊！我時常伫咧講，安樣嘅天數，係講啊，人注意啲棒球隊，做一本美好嘅學生嘅記典啊，希望可以實現嘅話，安尼就出得去做啊！董事長，我哋希望我太忙咯。誒，唔咁真是相信講阿虎嘅前面都有咧真教練。愛心啊，
基正教练啊，一定会主动来请来。你若安有自信咯。唔係唔信的話，等看啦哈。二月里來百花開，野外嘅千金彩樓台，小橋打中李夢真，還有夢真真係好青年呀喲。唱得以後啊，來，唱條老山歌啦，我爸爸，在哦。哎，錯啦，董事長，你頭都講我做球隊嘅問題，唔該認真個考慮下。有，幾好，我花錢多錢咯。我再講，我上幾多幾好嘅人才嚟到也球隊啊，唔是的啦，係的啦，全部攞我免費。而家一到錢上喺邊度咯？怕啦，係做得前係做醫生、做生意嘅朋友，成立後人費啊，錢源冇問題，有時嘛，真係錢重要嘅。遇到問題，都想辦法解決啦。大丈夫。等一下。你再等解下。有。莫問風鼻啫。教總啊，我看吼，一球員的熟殺吼，唔免等你冇問題啦，我哋全部攞上啊。聊，你等我一下哈。頭家，我想一訂報紙，按你差唔多幾多錢？哦，300嘛，啊，10磅咯。教總。你们确定是这家没有错吗？我已经调查过，这椰子林旁边就是曾教头的家了。你看，椰子我都帮你摘好了。谢谢。有人在家吗？好像没有人在家。我也调查过，他每天都这个时间回家。很好，连这个都调查清楚了，回去记你们家长一次。谢谢他说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听说他很凶哦，我怕被他骂，所以我先回家了。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怕什么嘛？怎么连你们2个也走了？回家了。太不够意思了，回去那个家长不记了。你这个小偷！你干嘛？还给你吗？还给你！打死你试试看，看我不打死你才怪！也學教有乜問題？也那有乜嘅問題咯？幸好啦，那董事長要來事情哈，你可以放心啦。你個辛苦了啊！我們來講。等一下。董事長啊，可能哦冇個標嘅啦，要萬一迄本人偷走，係咪弄弊嘅咧嚇？冇相干啦，100個人呢，個看唔到，我想標價一裝啊，等佢上來時間，個看得到啦。還是看啲人哦身體安雜啊，你好手好腳，嗰啲唔去甜死咗，你實在。喂。你嘅錢拿去。好。
我想讲啦，也好不容易吃饭的啦。要钱啊？你找我哪里吃饭呐？哎，你认识我的喏？我来讲饭喏。我想讲啦。阿水啊，我样办真好啊！我同董事长讲过的啊，我请到郑教练来，不过呀哈，我见你我卡根本就无办法应去啊，我样办呐？哎呀，含下面子哦，一小事情就冇做好，我样系做董事长的助理呢。阿勇啊，我同董事长讲，这郑教练哦，懂太条，懂快咩？结果佢冇哎，赢了就真骗人好咧。阿勇做得冇？感谢你讲好啊！就算係用费啊，嘛唔是安尼啊，他家有法讲清楚嚟就好嘅咩？那有安尼讲啊，将钱赌股嚟喊讲啊，那过去食饭，再把一时放土了冇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莫再讲钱，希望咗我本人当作缺失嚟啊！我啊，我比佢万个钱哦。哎呦，咩？阿福啊，你安尼路过挨晒喏？董事长，我心讲佢有法冇过，我集一艰苦哦。聽唔出夾講啊！佢挨法當到時間同誠意哦，去請鄭教練來啊！唔過佢堅持，我董事長本人去接佢過來，佢就一路學教啊，很怕我一時水啊！佢樣會有亞種人咯？就怪有亞種人啊！我用人講，佢脾氣哦，一古怪，又大條又快咩？銀行哥整個配上人，就唔係數假氣啊！董事長，我人面啊也算規範啦，前面啲教練哦慢慢難，冇做安尼，我哋前個多少年啊，看看嚟好冇？我看佢啊，要高斯咯，我中意，唔頂啊，也唔是少啦，佢啊一天我就學教潛崖啦，好，三副一般般啊。俺也係用盲水呢。就算衰呀，也不让天花朝向的啦。俺也盲衰。唔都係俺用啊，我冇看到人吼食飯水冇都唔正常。你有乜嘅事情係冇？冇事都做唔得大本係。天是真寒呢，我要準備哦幾兩個長袖嘅衫褲。可能有基本啊，反正喊拜歸來能拿。天花改歸，我打天花來都講油嘅冇誒。嘅我冇打本，我打過來係。會呀，我會打。人妹，我想要注意佢幫球吹，唔同人明看啊，我讓我冇看好。幫乜雞啊？幫球吹。
要几多钱么？爱做啊，就爱做他呀，希望爱就唔爱做啦。唔同啊，留给十月份的名称整理好啦，下一转爱归去的时间，我要一日打天发，一摆放一等啦。你有都要谈无？喂？娘，我唔记天马嘅事情，那总系最迷嘅人地喏。长途天花改贵，唔系要打天花来炒事的，系冇？既然先同我参详一下，都冇事嘅咩？我有冇同参详嘛？我就决定爱按嚟做啦。就算唔反对，我有冇去做啊？既然先同我参详一下，我都感觉你要尊重我啊。莫名其妙。成公费一定的天花，要同我准备一份啦。喂，你乜呀？你有都要谈冇？有，我要贴糖。今日乃是爱贵呀。下礼拜呀，我有教练要来，签字啊，就唔得啦。嘿。好啦，我有行要跪去啊！好，唔要保重哦。董事长，也做乜嘅？用啊？哦。等出来系嘛？董事长，要布置一下。你也看到系嘛？今日天花唔会出来。喂，我翅膀犬。董事长，到底啊，冇来啊，唔冇来啊，係咪調身咩生意啊？嗱，就得2點鐘嘅啊！唔怕啦，當初嘅朱醫生啊，請我去中山醫院做教狀啊，佢也唱牛皮腔孔面，連唱嗌3刀，也得2點鐘算埋呢。對方吼，馬個時間會多條唔對。哎，董事長，我先回去辦公室休息，等人到呀。咱係咪要屬於去通知你？係呀，人做得慢慢的等，偏數等唔等？教授，你可以休息一下，我泡杯碰茶本身。來。唉，食菜唔理哦，要整教練哦，我人打球啊，很冇意思啊。李長。教狀啊，也真教練吼，出彩含名人吼。不過啊，我們幾多體育界嘅朋友啊，他家有一惡弄佢哦。係講啊，佢真係係人才化，我還可以認得為佢啦。
告状，告状很免呐。要钱啊？你找我哪一次饭啊？你用来压了。我想整。曾教练，我们学校当初规划的时候，就规划很大的操场可以练习。学生最近热衷于打棒球，他们下课的时间都在打棒球。你看，这是他们做的手套。曾教练，你看看这些学生有没有可造之才？我们可以挑出比较优秀的学生来加以训练。个子太小，先天不足啊。我想请你找一些学生加强训练，组一支美和棒球队。就他们？是啊，红叶少棒队他们学校的学生比我们更少，他们都可以组一支棒球队了，我们当然也可以呀。山上的孩子本来就有运动的天赋，而且天天练球，你说他们能不强吗？我们客家人也不错啊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我问你们。家长愿意让你们天天练球的，举手。好，现在把手伸出来。你出列。我问你。有没有打过棒球啊？有。哎，打打看。喜欢棒球，就努力去争取啊！哼。一郑教练哦，太马细场，佢老到佢哦，动歪个用诶。我迄通讲伊身体还无唔错噶。哎，你，我啊，就是你，过来。哦。去当捕手。当捕手。搞什么？这样就要打棒球啊？啊，不是很会打的吗？你，出列。加油，加油！闭着眼睛也能打球啊？你，出来。我打不到啊！哎。哎！陈教练，棒球是一种运动，好教又做得练身体，我哋係咪做得慢慢的來，先培養新人的興趣，本期人感覺到
棒球好教该起，安尼期待试验就会用心去练习。练愈按用上，要多了位置。我嘅意思係講，要開發新人對棒球嘅天分。迄樣樣，都請個體育現場都好呀，唔是請愛。有買個好傻片啊！我看強棒球嘅。鬧到動威啊！董事長，你真教練哦！幾買個東西，又買個好傻片。我第一擺讀到一咧，比我還我有自信咧。马个痴情，董事長，佢也按到，冇做成個跳那檔看人麼？我真冇貨，攞佢對劈嘅。啊，唔過，我感覺講啊，伊講嘅話咩冇唔錯啊。教授，唔係要看到佢嘅樣嘅，佢樣嘅衝人嘅物界啊！潘哥，好小心咯，潘哥，好小心咯。啊，福建呢，乜嘅事情？哦，有事情啊，我講啦，花床哦。講。好，唔該嚇。球隊上講啊，嗬，睇美國嘅威廉比賽輸球嘅，你睇下樣點喎？我錄到乜嘅好消息，我定搶不啲嘅呀。哎呀，龐元哥，我花路暗前講起啦，嗰條細球員面臨冇學校可以讀書，國際12月出名港師兄也簽少呢。所以願意支付1年3萬元的帆船錢呢，希望美學可以收留一條新人嚟讀書啊！也真是哦，天公伯有天數哦。用會做的呢，人大輸誒，人嘅書考派槍，咁做的。嗰日球員咧大嘅，總比人哋學校學生啊讀出來個好嘛。我們其他睇哦，現在讀書做嘅唔是錢。董事長，我想清楚哦。為咗要有長期計劃嘅訓練啊，我老董事會有講過啊，很記得要拿錢出來啊。個球員呢，識咧做嘅用嘅啊，韓國教練嘅業績啊，一年算起來要35000塊啊。佢一年算下來哦，準備40萬哦，真有拉開手啦。阿妹我呀，我發咁多錢啊，人哋唔係學校負擔得起嘅呢。我咁講啦嚇。嗱，你可以創立美學中學，也可以成立一個美學長社工隊啊。好，按你先好，唔是夠考慮的，就係幾人啦。哇，你们看，他们长得好高哦！我玩大真的好，要呀。送家无来面那强那。搬家无来厝那，看转那个南马风啊，从山流来过那，太起哟来伊那来人那。罗苦那，偏背那个列巴国家，盼米哟来佛那。